多人話玩劍球呢樣嘢係冇前途，都唔會攞到啲咩成就啦。但係就係因為佢哋一路睇死我啦，但係我就有呢個硬頸嘅性格，所以我 keep 住玩到而家攞埋女子世界冠軍。我係沈靜欣，我係一個劍球運動員。香港事實話唔普及，冇乜人玩。我喺小學6年班嗰陣時，我同學就帶咗個劍球返學校，慢慢練下就上咗人，停唔到。我嗰個招式咧就係要用呢個位去敲，咁我一開始個紀錄咧就得8下嚟講，但係8下到16下嗰個紀錄，我用咗3年幾時間去做。其實我覺得劍球嘅招式就係學一世都學唔完，所以我先咁中意玩呢個玩具。升中嘅時候，咁本身我就帶咗呢個大家都覺得係玩具嘅劍球帶翻學校啦。學校就係唔俾我哋玩嘅，但係咁啱咧，我個老師咧就好中意發掘一啲新興運動啦，所以佢就喺我學校就嘗試開個劍球班，跟住我學校就開始睇重呢一個所謂嘅玩具。之後美國我有個比賽叫做攞咗2個冠軍。我冇諗過一個玩具可以幫我申請到學校嘅獎學金。2021年嗰陣時咧，攞完獎學金之後，我就用呢筆錢去做一間劍球網店啦，設計咗自己想出嘅劍球，最舒服去做到我最中意嘅招式啦。佢其中一個咧就係轉劍啦，佢轉劍咧就係手指卡住喺呢度 ，keep 住喺度轉。追夢嘅話，